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4，箴言13章20到30安尼讲：人讲好话，有好的成果；奸诈的人图无强暴，约束喙齿，保全性命。随便开嘴，直到毁灭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讲好话，约束喙齿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我满心敬拜你，尊重你，学了你至圣至尊的名，因为你是创造活命的主宰，是掌管万有的上帝。你的话句句真实，你的旨意拢是美善。主啊！愿感谢你，每日用恩典扶持阮，用主爱引带阮，也赐下宝贵的话语，互阮伫黑暗中有光得照。主啊！求你提醒阮。真正的智慧，不在伫讲济话，乃是伫讲合意的话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合适节制家己的喙齿，在伫适当的时开喙。也在伫需要的时来安静。主啊，互阮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拢通利益帮助人，见证你的恩典，通将荣光归伫你的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